觀眾朋友，今日個好冇？歡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觀眾朋友有聽過童軍冇？無論講廿世年嘅萬世時節，曾經去參加過童軍。童軍係一個具有規模，同時嘛係一個國際化嘅組織。而且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無窮嘅任務，好，同時嘛我有一個無窮要去解嘅事情。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伊係我哋台南大學附屬嘅高級中學，同時嘛係我哋咧資訊應用學程嘅李宣浩主任。中華係一個資訊應用學程嘅主任，同人講童軍咯，因為吼我哋咧李主任吼，一般說都歸學童軍啦。可是吼，伊退咗以後呢，都開始嘅推廣童軍。伊今日就當嚟現場，我同人說明講，伊做乜嘅安好童軍，同時童軍嘅內容係乜嘅？我哋馬上訪問今日李宣浩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南嘅李宣浩。想問一下主任吼，即你即個講都係來自台南嘛吼，但是我哋講其實台南一般來講嘅花路係好容易嗰度，吼，如果嗰度嘅行業可能係對外地西去台南嘅，但是嘛漸漸嘅樣講咯，唔可以講客話，冇得講唔可以成日即係行業啦吼，但是我哋講其實李主任嘅客話講嘅規劃，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小解下講，你即個本地係哪人啊？我係苗栗人，後來都曬到台南係咪？因為我爸爸嘅公司啊，佢投入對台南做，故所福卡都搬到台南來。不過對福卡都行平常係講客話，故所都係這個練習，所以還會講。這是冇簡單，因為有時就像我哋成長的過程裏邊，有時我哋講去到學校，然後他們亦都講國語啊，學校都講方言啊，然後有時台南是好容易嗰度嘛，如果聽到學河洛話，但是你這個能夠堅持一次會講客話一件事情。其實這個細學嘅家下，嘅同學下課會講河洛話，不過我有聽唔識，故所我被同學欺負，真嘅咪話安尼，我對福卡都行就繼續講客話，因為福卡係行業，安尼唔怕河洛話。天天嚟學，天天嚟學就好誒。將一下出來教書，做先生，當到學生嘅家長全部愛講河洛話，嗰時候就開始學，一下也還可以啦。係啦，因為這也係冇辦法嘅啦，因為其實佢哋大部分人如果講河洛話嘅環境地方其實當然我哋愛慢慢嚟去聽到他嘅人去講河洛話，但是回到屋企，即係喺行業，可是我相信講，譬如爸爸媽媽平常嘛有要求咩？有哦，因為對福卡都嘅爸爸媽媽就講，你嘅語言學得越多，你的機會就會越多。嗰時候客話對福卡繼續講。諾貝爾嘅河洛話就一點一點去學，這樣子。從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講，雖然係一個資訊應用嘅主任啦，但是你這個對童軍嘅推廣有部分其實花嗰度嘅心力，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下講，對乜個時節開始去接觸到我哋嘅童軍嘅咯？各種嘅家下，我一個同上好嘅同班同學，同學，佢做係學校嘅童軍，因為出去了嘅家下，出去教嘅家下，就會看到講，童軍，教育嘅，童軍教嗰個乜嘅東西安尼，吃到一神奇，嗰時候都開始有想講，之後我也要參加童軍，安尼就安尼開始誒。嗰時像意思，幾時節嘅話，你這個唔單止參加嘅童軍嘛，接觸到童軍，嗰時你幾時節嘅學校地方嘛，有啲童軍嘅社團咧？有哦，我同學做喺童軍社團咧，嗰時候佢陣同佢出去了，我陣同佢講，童軍有教安尼，有教乜嘅安尼，出到唐城區。咁安尼反而可能同人哋說明下，因為其實我哋可能佢有幾多年咧學教像阿明姑樣嘅，我哋都全部嚟教數學嘅啦嗬。嗰時我哋唔係講童軍也係一個赤兔很樣，你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下講？因為有啲嗰種小學都有參加童軍啊，咁童軍咧嗰種我哋講制度啦，冇得講也分野啦，好，係咪睇下同人哋觀眾朋友說明下？其實喺童軍用年齡來嘅區分，你像幼兒園啊，也係國小低年級有很多志齡童軍，
哈，庆生志玲童军，啊个都国小他3年级到6年级哈，3年生到6年生，也都幼童军哦，幼童军，嘿，幼童军国中的就传统的童军，到国中很多行义童军，行走的行，义气的义，行义童军，到太后呢就有罗浮童军，出来像社会人士就会服务员，服务员呢意思就会讲，係童军呢算讲义务工作者安尼。可是按那分类来讲的话，初中一部分呢，真是係童军，它本身实体内的年纪。好，因为你讲初中乱的童军嘛，但是到国中的用的罗浮童军了，国中的行义童军，然后太学时的罗浮童军，然后小学3年生到6年生的幼童军，但是国中一段时间，那还真是当初童军去实体的一个年纪，係咪？嘿，因为童军个英国贝登堡先生佢开始创立的嘛。刚开始创立的，他给年龄的设定就会国中这个年纪，给样子就差不多14岁，差不多安尼。嗰时候呀，童军从英国安尼过来，也是从国中这边开始，然后再往上往下推，慢慢推展开来。因为我哋常常會看到一些有的相關的一啲報道，我講童軍一定有就用無窮樣嘅一種通物嚟睇個無窮樣嘅計團，同時講嗰種嗰種啲計團裏邊係咪有一啲唔可以完成嘅任務，完成過嘅如果有一啲小小的勳章啦，我問嘅，因為我哋這個天師嘅天陽裏邊有啲天陽，係看過講唔係一條買餅嘅，係因為一路受啲。伊咧看人啊，過馬路啊，伊咧某個勳章什麼，中央嘅制度係咪都真正我哋從中我哋在天陽裏面看到，真正係咪樣嘅一個制度呢？有啊，像我剛才講嘅用嘅通部有嘛，嘅係個幼童軍，幼童軍你用嘅動物，羚羊、狼、鹿、豹，就係4個階段，安尼，你剛開始嘅家下係羚羊，你參加嘅考驗，過位就變做狼。裡面有個徽章，做得安尼，掉到3擔個安尼，個係幼童軍的部分。像個國中的童軍就係初級、中級、高級，這樣開始參加個哈，先初級，按去參加考驗。因為講考驗，唔係講考試，主要係講用操作，看你曉得呀唔曉得，唔係講從教室度下考卷安尼，安尼叫考試。不過童軍那個很多考驗，用操作看你曉得無，你有初級、中級、高級，安尼起來。咁等於講，其實唔單止講聽我哋呢用調嘅有些聲音啦，可能伊哋乜初級、高級對人嚟講可能冇按清楚，但是咁樣用通語來講嘅話，所以幼童軍就用係冇錯，嚇，有啲講而家係領養嘅又好，啊，語文嘅又好，嗰種對嗰種通語來講嘅話，伊哋可能個啲冇咁樣嘅解決，但是到初中嘅時候，伊都啲乜嘅初級、中級、高級，佢讀書前上有講到講，係考驗。唔係考試，佢等於都講，其實每一個階段地背都有以外學習嘅東西，同時以外完成嘅任務。但係譬如講，我哋用初中嚟講好啦，初中嘅3級地背，每一級地背以外學到嘅東西有乜嘅，然後以外完成嘅任務有乜？做乜嘅我哋以前天天都學繩結咯。因為個繩結對童軍都好算懂。重要，因為你出去野外，你要搭帳篷，傳統嘅帳篷來索嘅咩？索嘅用嚟搭，然後曉得引繩結索嘅搭個樹蛋糕，樹嘅蛋糕，然後雙套結嗰時候要懂得繩結愛學，這係也算係野外活動嘅基本技能。佢就像我哋初級嘅考驗地方，我哋愛學乜嘅東西？像繩結啦，個係咪初級？東西南北嘅方位有冇？生活像我哋較簡單嘅，初級上差唔多較簡單嘅，等於如果我學乜嘢，我有一啲可以講考驗嘅一啲發通。
好，然后也就考一啲翻东地步，我哋也就考验考试全部各位先生因为讲，你这个有学位，你边你有资格去学下一啲阶段系咪？係安尼。童军的考验哈，有一个重点，唔係講用考試去看，唔曉得哈就拜拜安尼，不是這種方式。你係唔曉得，你就重新再學習，學到你曉得讓你晉級這樣子。而唔係佢哋考試啦，唔係講淘汰式嘅考試啦，係好還是壞？而最希望係講，你即個學位有個基本嘅有個要求嘅知識以後，學位能可以到下一啲階級，唔係講本講你係90分、50分、60分安尼，有企級冇企級冇。最主要係講係希望講一道有用嘅一啲知識，或者你聲音係可以學位。可是觀眾朋友看到人，如果發現到講，原來我哋喺街頭上面看到嘅童軍，怎麼講安有自信，同時安有自信，係因為佢哋喺考驗嘅過程地方，係一啲階段一路有意愛完成嘅工作。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咪講到童軍嘅紹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來自台南大學附屬高中的李炫浩主任同人講，當初做乜嘅會接觸到我哋嘅童軍。我就想問一下主任嚇，因為好多人講，其實萬歲係因為你自己嘅幾好朋友嚇，而自己睇童軍嗰時候呢，發現到講，童軍嘅公司幾好搞嚇，但同時睇上台節目地步，唔同人哋紹介一下，童軍有個制度睇又係樣嘅。咁我想問一下，因為好多人講到講，其實都國中以後按照形意童軍嘛嚇，按自己本身更加嘛係啲國中嘅一啲，可能講資料處理嚇、資訊應用嘅一個主任。咁對國中來講嘅話，而童軍嘅內容喺國中有冇乜個冇共用嘅地方咯？好，喺國中嘅童軍很多形意童軍，因為你喺初中、國中有基礎，嗰時候對高中的形意童軍，佢嘅重點係不同的各種專科章的能力，也就是說你的興趣要把它推展出來，去學習更深入、更不一樣的童軍技能。這是高中形意童軍的重點。嗰時到國中以後，都開始要分科嘅，你可能即係有乜興趣嘅，你去朝向去無同樣嘅興趣去學習。但是我有朋友問你講，你即個本身係資訊應用嘅資訊老師，就係資訊老師啦。伊啲學堂嘅主任，跟伊啲資訊嘅主任嚇，那我開始會推動講童軍咯。因為對國中童軍係算社團活動，我自己本身很有興趣，童軍我知道同學校很喜歡嗰時候對學校都好，就學校有童軍社團咩，學校請社團指導老師就請到我就講好冇問題，我嚟做童軍社會指導老師，就嚟帶學校嘅學生嘅。咁唔難嘅話，咁譬如講，要唔知教嘅學生嘅地步啊，有嗰種。我哋初中完全冇接觸過，一直到高中嘅時節，因為有啲童軍社嘅關係，能去參加。咁你發，以前國中冇學過，你梗係一樣咯。咩共樣將入來家下去訓練，嗰時候國中教的東西，你到國中夾，佢忙着學過嘅東西夾去搞到給他會這樣子。唔過高中生嘅學習能力。通常都會比較好，嗰時候你學習也會比較快。可是可能你可以前一段時間都可以把國中嘅嗰度基礎全部嚟講下，可能講趕作業啦，或者把作業全部趕完。但是都還是可以接觸到我哋嘅形意童軍的一啲，而到國中嘅時節學習嘅一啲內容。咁對於啲高中生來講，因為我哋從頭會看到講，其實童軍本係定貴太一啲印象處嘅，除咗講而自己有本身有學到嗰度冇共樣嘅一啲知識以外，
他们的组织性。他们团体性这部分，其实嘛，喺我哋認為講，同佢具體配的一啲部分，因為一定會認為講，而係一啲團體嘅人，和有一啲任務性，嗰一部分按樣去搞本生意嘅咯。其實哈，童軍最強調的就係團體生活啊。我哋帶安尼童軍社團，我最強調的就是學生，你一定要學會團體生活。童軍係83人，都一個小隊。按照事情嚟講哈，8個人要分工，慢年要做乜嘅事情，慢年要做乜事情，提分工。故說，學生誒對童軍度哈，不能夠自己特立獨行，個人化的一個，不能個人化，你一定要互相幫忙、互相合作，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所以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童軍？會覺得說，尤其在現在社會。小孩子自我意識很強，可是你到童軍這邊來，我們是一個團體，我們是一個團隊，這個工作也沒有辦法你一個人獨立把它完成。所以在童軍裡面訓練小孩子的團體生活，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在學校裡面，我會持續在推動童軍，因為我覺得它會補足現在小孩子在觀念上比較不足的地方。剛剛講問題來講，你如何去讓一個高中生，當他開始去有這種自己的想法、自主性的時候，去搞一個我以的尊重團體，好變成以團體為主的一個人，好，這個過程裡邊會幾困難？其實高中的童軍訓練同國中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因為團體生活是有需要的，可是高中的童軍，它也讓他們有自我發展的空間，對，所以這個是可以兼顧的。一部分你用講的人唔係講過清楚，你係咪有個例子？譬如講，你有看到嗰種聲音嘅轉變啊，冇嗰種聲音嘅一啲經驗，係咪同人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像我學生有個懂內向我們知道，一星期按內向要不來童軍社，記得來個田登大家安尼，出去教啊，出去乜嘅，他慢慢的會去融入這個人群，這個是我覺得很好的一個地方。那像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我的童軍社裡面曾經有一個他是輕度自閉的同學。那這個同學呢，到我們童軍社裡面來的時候，我就慢慢的去引導他，可以跟大家一起生活。那這個同學他漸漸的也能夠去適應，那甚至在跟輔導老師，在談到這個同學的時候，那個輔導老師也說，這個同學他其實他的情況是有改善的，他漸漸的可以去適應人群的生活，這也是我覺得，這個童軍的這個活動一個很有價值的一個地方。它是不是有一個可能，就是說，其實童軍的團體生活地方相對提供了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團體一個活動，因為比起外面的團體活動，伊可能地方讓人都有，但是一定，比如講頭先講嘅，伊可能有一些內向，無論講伊可能有一些功能上面我聽唔到人嘅一啲學生嘅地方，其實睇一啲相對個安全嘅一啲童軍嘅團體地方，然後同時我哋注意嘛講到講，其實喺團體地方，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任務，好，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嘅任務，你完成這個任務以後，集合起來就等於是全團體嘅任務。可是嗰種講，而這個可以睇下任務地方完成這個。嘛有啲肯定自家嘅一啲功能，同時也俾團體嘛，所以係安全嘅，因為有啲現場嚟帶動，同時他個人嘛係一啲，如自家因為講我們係一啲團體嘅一份子啦。好，嗰種睇一個安全嘅團體地方，而自家會得到一啲自信。好，同時嘛會提供，讓我一團朋友接觸到係互動，其實學習到一部分嘅東西。唔好講啲有時唔講種喺外面尋工作，有時社會了解你的冇咁多啊，好，可能喺社會地方可能會讀到過有這樣子的一啲挫折啦，會讓我們很多小朋友可能從此就沒有辦法去做更進一步的一個往前走。咁從來講嘅話，因為其實我哋講
头头有现场有讲到讲，喺高中嘅時咧，信義童軍其實一路愛為無窮樣嘅一個個特別的發展，好冇個專身的發展。啊，那提供其實你這個本身也是定向越野的一個教練跟裁判。那這當初會把定向越野跟童軍做一個結合，是不是也是就像我們剛剛第一段節目裡面你有講到，其實學會方位這件事情是童軍很重要的一部分。係哦，嘅。我細細個哈，我方向感就當好，我當溫引路啊。嗰時候對童軍度哈有一個方位啊，拿指北針啊，有一種答案啊講角度多少啊，去到哪啊去地方安尼啊。定向越野呢，就算是童軍方位一個進階深入的一個發展出去的。好，那当然，定向越野本身并不是属于童军活动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有说，高中的童军呢，可以发展很多不同深入的兴趣，这个在我们童军这边叫做专科章。好，那我这个啊，是我知道，我方向感浓厚啊，好方位我很喜欢啊，我希望说，用方位可以玩更好玩的游戏，故时候我是去学习定向越野安尼。嗰數等於你講方位嘅件事情，係一個可以學習嘅一個技術，係咪？係，因為吼，我中華人嚟講，因為有的人講啊，誰摸嘅方向感比較不好，好，誰來方向感比較好？你這個裡面有啊，你先。其實某一天哦，嘅看人哦，有嘅誰來咩係哦，嘅方向感不行哦，啊有嘅誰摸咩動物看哦，係啊。咁種一般嚟講嘅方，啊，點樣我以培養方向感？其實哈，定向越野佢。輕重要的就係，然後曉得看地圖啊，配合指北針，它有一定的步驟跟一定的方法。唔係講啊，我用我的感覺講啊，在那一片，啊，按你就要看個人。不過有地圖，有指北針，有一定的步驟，那你按照這個步驟去學習，按照這個方法去做，你就不會迷路。嗰時定向越野嘅比賽，咪係講佢看慢人去嗰做深度，有目標係咪？係，因為定向越野就係這個地圖當個有動到嘅檢查點，就像尋寶一樣嘅，好拿到個地圖啊，一度會有，然後我去到那個檢查點一個遊戲。做乜看慢人嘅時間嗰度呢？係。等於講，看慢人清潔程度，但係咪同我觀眾朋友紹介下，佢地圖睇用常用嘅樣啊？好，像要種啊，做喺我學校啊，台南大學附中嘅定向地圖，好，就像按咧，單個有動到嘅彩色，好，看嘅馬個色就地講一度嘅，像一度係有樹嘅啊，好，一度係有樹嘅啊，好，一係一度係有馬路，好，有路按咧。一單個呢，有一紮一紮嘅圓圈圈，好，一圓圈圈就係拿去前嘅地點。好，嗰時比賽嘅時間，我哋都發一地圖下去，然後本意嘅指北針，好，然後如果用最佳嘅方法，好，然後一潛到上面嘅一個檢核點，係咪？然後慢人嘅時間最短呢，哦，慢人都算是贏。咁從人哋訓練嚟講，有乜個訣竅？其實，地圖。拿到了看那個哈，不能夠直覺說啊，這個就是這個樣子，那個就是那個樣子，它有一定的步驟，地圖跟指北針要怎麼樣配合，那個方向才是對的啊，才能夠跟我現場看到的方向是一致的，這樣才不會亂掉。嗰時睇新的人台地方，其實我哋嘅童軍唔單止有新的一種變化，同時我哋其他神法地方嘛，幾多可以用把我哋童軍地方用到嘅知識，用我哋我哋神法地方。首先下我哋喺我哋埋嗰度個重要故事。
翻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是来自台南大学附属高中的李炫浩主任，同人讲我哋高中的形意童军，还有我哋定向越野。一段节目呢，我哋李炫浩主任，同人讲，引用把我哋以前的奇语作为一个新的无同样的一个奇语，我哋马上来谈我哋李炫浩主任同人讲，你都来做我们嘅改良的方法。主要想问一下，因为奇语一件事情哦，算是我哋童军地方爱学嘅基础嘅，我哋讲技能的一部分嘛哈。咁做乜个爱学奇语咯？其实以前通讯不发达，好，嗰时候我用奇语的远距离的通讯那个什么像海军加的军舰上来当高，没空用奇语，距离这么远有某个无线电嗰时候用奇语的方式来做通讯。但是我哋提供里面刚刚这个应用这个对于我的资料处理的一个专长嘛，好，帮人的奇语做一啲改良。你咪同咱观众朋友稍解一下讲，这个做应用的一啲改良。因为我去个系资讯老师，我晓得下程式，嗰时候呢我去个设计叫做像任天堂的一个游戏机用的安尼的感应式的奇语，我给声音的安尼拿起来，安尼比奇语看你的姿势正不正确上面的电脑呢就会显示你的姿势对不对？给我去个独家的设计。等于如果其实以前的人可能看有的教练无论在线上去屯看一下讲这个比的角度冲嘛比的嗰种方向冲嘛但是而家透過人家嘅这个方面咧，也内通地方伊都可以去分辨人家嘅姿势到底是对不对？对。好，个重要呢，伊个这是用到我的呢训练的一个现场的时间，以这个实际上的效用高不高？小孩子会觉得像搞游戏机用你会知道该一动神器你就会觉得奇语懂后告，没像以前老师在那边教奇语这样子对，这样子不对，给他吃到懂枯燥无味。不过像这就像搞游戏机搞电动游戏一样给他说懂神器搞看到这样子对，这样子不对好，无形当中在游戏就把奇语给学起来了。用一种我哋嘅年轻人，個適合嘅方法，好，無如果個可以接觸嘅啲方法，去俾佢學嗰種原本可能嗰種過枯燥、過無聊嘅一種學習方法。但是我想過講，我願意拿來跳舞嘛，比如講，他可以感受到我的動作，假講我都拿來亂比亂舞嚟啊。其實童軍懂好拿旗子。不過當個冇一個感應器啦，一個當個感應器喺我這個加裝上去童軍懂好拿雙旗來表演做跳舞與我懂得嗰時我看啦，真係嗰種接好多我哋更加現場嘅審判時間，以前我哋因為講，可能係用來傳遞訊息的一個奇語，可能會變成一個奇語舞，變成一種表演與我的形式，但是伊至少有把伊為最重要的精神是保留下來嘛。好，我哋提供其實我哋喺台南大學附屬高中也不要得到我哋呢國語好多線上一部分，還有我哋呢學校，還有我哋學生嘅精英童軍這部分嘅3冠王嘛從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了解下，從我哋嘅評鑑係名人判還係乜嘢判咯？一隻三評鑑要做的啦，嗰是獎項推薦，嗰係國教署。升教育部2年判100，安尼大概評鑑那個自己就要準備資料，活動的成果、書面資料、照片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把它整理起來然後做成整個資料冊，然後送到國教署去那國教署他那邊就會請相關的專家來評審。例如講我哋把我哋2年地嘅全國郵體判童軍咧，嚟做一啲評比，睇下因為講2年地嘅那啲學校，無論講那啲童軍、精英童軍嘛，無論講那啲先生其實係大家最用心嘅。咁你嚟得到也獎勵，對你來講最大嘅一啲鼓勵係乜嘅？其實得到這個獎當然真的是非常高興，因為競爭很激烈。全國性的算是你要說比賽也算啦
全国有这么多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童军，所以每年送来评比的人也非常多。当然这个奖在得奖的时候，国教署非常的盛大，因为在现在108课纲里面，国教署对于童军这样子的因为现在要发展多元嘛。108课纲这个多元的学习，所以国教署其实它非常重视童军的这一块，所以国教署它持续就有办这样子的童军绩优的表扬，就是希望说在学校里面能够有老师、有学校能够持续的去推动童军。那因为真的算是竞争很激烈了。那我们学校南大附中学校上上下下都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拿出很多的成果。那当这些成果全部汇集起来送上去，当我们可以得到奖的时候，那我们真的会觉得非常的高兴。尤其是当时颁奖的时候，是从国教署的署长的手中亲自把那个讲座接过来当翻译。可是我等于讲，对你这个算是一个资讯的老师哈，但是来推动我们童军，我相信对你来讲嘛，係一個櫃體的認同啦哈。當然嘛有講到講，其實108課綱裏邊哈，對於我哋嘅童軍教育嘛會重視。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108課綱裡面，怎麼去把童軍的精神去應用到108課綱裡面？其實108課綱最大的精神係多元的學習。多元選修等等，那童軍的話呢，它也算是可以做成多元選修，可以做特色發展。香港的學校，南大附中會發展定向，因為學校動態，當到嘅新生一進來，我迷路，我尋唔到用定向越野的選修來訓練他們方向感，訓練在學校裡面。怎麼樣去認路這樣子？那108課綱裡面呢，童軍可以作為多元的選修的部分。那因為其實剛剛他講高中的行義童軍，它可以發展非常多不同的專長跟興趣，所以它跟108課綱的精神剛好是可以符合的。嗰時候等於如我哋睇初中。學到一啲我哋童軍嘅知識以後，到我哋高中嘅時節，都可以去發揮到更多元以及更專業的一種專業的技術，讓童軍也為一啲精神可以停頓下去。但是一般嚟講，講到童軍啊，我哋每次都想到講童軍有個大露營，這個也是我們最羨慕的。你們同我哋觀眾朋友說嘅講，童軍嘅力量有部分係全國會攀下，還有全世界會攀。全部都有像高中，就有每年一次的全國高中童軍社團大露營。那世界童軍大露營每4年會辦一次，這樣子。那其中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很多世界童軍空中大會，每年10月第3個週末，用科技來進行大露營。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做埋個露營一件事情，對童軍來講，感覺係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童軍的重點就是到野外去活動，到戶外去活動。好，故說露營可以接觸大自然，這是一個野外活動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同時嘛，可以把以這個訓練過的東西，喺大自然地方應用，係咪可以用得到一件事情？用露營的方式去整個去印證自己的學習啦。那但是我講全國性的大露營來講嘅話，係咪每一個報名嘅人都可以參加咯？還是講還是有個篩選的機制啊？喺全國童軍大露營的話，它還是要有一點基本的能力。因為喺全國童軍大露營7天。或者說你喺露營的能力太差，可能都一般就想要做不開，因為沒有辦法繼續過這個露營生活。或者說有一點露營的基本的能力。等下，一千嘅地方，這個煮飯咩？這個煮飯啊？這個煮菜？這個煮飯煮菜啊？嗰時這個洗衫哦？這個洗衫褲？這個洗衫。嗰時唔係喺啲飯店嘅地方？唔係啦，嗰時等於講，我哋帳篷嘛個東西全部要適應的這個做。這個做，嘿。
可是也等于如果我哋一般睇學校地步，要學習到嘅東西，睇下大陸人地步，如果這個要做，係啊，這個做。剛才都講嘅空中錄影應用咯，哦，因為哈以前要出國，好很不方便，沒有這麼隨時可以大家都可以出去。嗰時候嗰陣時世界童軍總部佢就想到，就用無線電，啊，用無線電來跟各個國家的童軍去聯絡，所以世界總部他就約定說，每年10月第3個週末，請童軍們去請個無線電火腿族去切到給福卡，請他幫你的忙，無線電教你怎麼用，你就到那邊去把無線電開起來，然後跟全世界的童軍用無線電的方法來做通話，也做很多空中大會。等於如果我哋海邊，還是希望講我哋嘅童軍聽我哋人家講，雖然講我哋人家身份上幾方便，但是我哋冇想到講，有一年我哋真係一條便利嘅方法，手機啦、Line 啦，全部冇辦法用嘅時間。可是我哋歸到我哋最原始嘅地方，唔單止喺山河，冇可能有一年我哋真係天天都忙喺度冇，我哋用嘅去可以去救這個，嘛可以去救他個。甚至可以去同全世界做一啲接觸，因為其實我哋幾年來看嘛，因為疫情嘅關係、天災嘅關係，其實我哋一發現講，每一啲人可能有一年我哋嘅生活可能都會冇辦法按便利，係咪可以有一啲方法可以我哋，他講嘢可以學習到自家去比如自家生活可以變得個好，唔單止係用生火啦，冇自家去煮飯煮菜啦。佢從節目都更加，其實嘛都我哋節目最迷下啦。其實對於啲自信口味嘅主人，變到推廣我哋嘅童軍，同時嘛得到我哋嘅工人都欣賞一啲安好嘅一啲平台。對未來呢，我哋嘅主人有冇嘅打算？我的期望是說，因為現在童軍參與的人數並沒有很多，我希望說可以用科技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讓更多的人對童軍一個這麼好的活動能夠產生興趣，能夠有更多人可以來加入我們的行列。可是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萬世歸好嘅發通，太以後嘛可以推廣，同時嘛可以把更多人放入來，睇下一啲我哋講自信化社會地位童軍，可以帶俾更多團體嘅生活。今日可以感謝我哋李宣浩主任喺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唔同童軍嘅故事。主持人安之生觀眾安之生，休息一下喎，再聽下你先下來橋下運通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